Your Life 廣播劇場《悲天使》。在這次下凡，願能活得很燦爛，想有一個最耀眼，如最精彩相戀人間。但這次下凡，無奈情路只可暗淡，相愛竟會變做作反，難習慣。要放低情未慣，講我知，還請注重留意。情人和伴侶這字不可再出現，這太沒意思。然而天使也想試，能共你說我願意，讓我穿婚紗襯衣，決心一試。愛着你我便做了罪人，總要責罰我，不怕得到辛苦有幾多。來吧，總要咒罵我，與全世界藐視我，也要牽手一起唱和。怎要分對錯，縱是知道惹禍，仍願與你渡過。沒有愛不能承受，最不想只有我一個。我就怕被人散去記憶，從此再記不起最愛往事，縱是難忘，難道最終將我手放開？一生的愛要刪改，從前真心的愛沒存在，是我不可愛，沒有不想愛，很想去愛。但這次下凡，無奈情路只可暗淡，相愛竟會變做作反，難習慣。要放低情未慣，講我知，還請注重留意。情人和伴侶這字不可再出現，這太沒意思。然而天使也想試，能共你說我願意，讓我穿婚紗襯衣，決心一試。愛着你我便做了罪人，總要責罰我，不怕得到辛苦有幾多。來吧，總要咒罵我，與全世界藐視我，也要牽手一起唱和。怎要分對錯，縱是知道惹禍，仍願與你渡過。沒有愛不能承受，最不想只有我一個。我就怕被人散去記憶，從此再記不起最愛往事，縱是難忘，無奈最終都要走分開。一生的愛要刪改，從前真心的愛沒存在，是我不可愛，沒有不想愛，很想去愛。請坐啊。你好啊，我叫彭心明，呢份係我嘅 resume。彭小姐啊，唔好玩啊！以你嘅學歷，唔好話我呢個位啊，你要做外交官都得啦。
本社真係唔敢屈就閣下喺度做月薪得8000蚊嘅攝影師咯。吓？點解個編輯咁講嘅？等我睇翻下先。劍橋大學歷史及國際關係博士，加州藝術院榮譽院士。唉，唔怪之佢咁講啦，死啦，點算好呢？啊，李編輯啊，職業係無分貴賤嘅。其實呢，我好中意大自然同埋中意影相嘅。咁相比起一啲好刻板嘅工作，我覺得如果可以將自己影嘅嘢留翻俾世人欣賞，我會覺得更加開心同埋更加有意義嘅。難得彭小姐嘅諗法同本社精神差唔多啊！咁我代表咁多位同事歡迎你。多謝你編輯。咁你即刻翻工啦喎。好啊，冇問題。哇，好彩都請咗我啫。啊，都未同大家介紹下自己添。我係見習天使心明。其實我都係啱啱做咗天使冇幾耐嘅咋。至於點解我會做咗見習天使，講開都真係幾神奇噶。任心明，邊個叫我啊？吓，你係？我係天使長伊比斯。吓？睇翻記錄，你係一個好善良，事事都會以神為榜樣嘅人，所以神有意喺你死後破格立你為天使，為人神服務。亦因為你嘅觀察力好，所以神希望你做離別天使，即係喺人死咗之後做一份報告俾神，等神去評定呢個人應唔應該上天堂。吓？乜我死咗之後都有咁大使命㗎？係啊，同埋因為天使唔可以停留喺人間太耐，所以你會用人嘅身份去睇清楚佢哋嘅行為。我會定期接收你嘅報告㗎啦。有3項守則你要注意嘅。第一，唔可以做違背神旨意嘅事。第二，唔可以透露你係天使嘅身份。第三，因為天使比人低等嘅，所以天使係唔可以愛上凡人嘅。有冇問題？我諗都冇問題嘅。非常好。嗱，咁你就化名做彭心明啦。我哋已經為你準備咗新嘅肉體、有用嘅知識同埋技能噶啦。喂，等陣先，咁咪即係個樣都變埋？咁當然啦。吓？咁我會變成點噶？一切跟從神嘅旨意。哦。你今次要觀察嘅目標叫做許子雲，我哋會幫你去接近佢噶啦。你要聽日就帶齊文件去環宇雜誌社應徵，而屋裏邊嘅嘢你可以隨便用嘅，包括錢啊、信用卡。你要小心你嘅言行舉止，有需要嘅就用天使之力啦，我哋會隨時協助你噶啦，辛苦你啦。吓？天使長，天使長，就係咁，我今日就嚟咗應徵做攝影師啦。我真係估都估唔到，自己有一日會識得點用咁多咁專業嘅攝影器材，更加諗唔到自己會俾神選中咗做天使。唔知今次要觀察嘅目標對象係點嘅呢？風，呢個呢係我哋新嘅攝影師彭小姐，你同佢講解下我哋嘅運作啊。喂，靚女，你好啊，我叫阿風啊，我係雜誌社嘅打雜，咩都做噶，有咩唔識呢？問我得噶啦。哦，嚟，等我介紹埋其他同事俾你識先。呢個係哇，佢個頭咁紅嘅，頭髮嘅顏色係神賜俾我哋噶嘛？點可以咁噶？把口仲朗過油咁甜，咁輕浮嘅。彭小姐，吓，係。仲有呢個呢，就係許子雲，你可以叫做子雲。佢係我哋嘅首席專欄作家，佢專門係寫啲世界各地名勝風土人情嘅。彭小姐你好，我對攝影嘅要求一向都好高噶。坦白講啊，如果你做得唔好，我唔理你係男定女，我都會大聲咁鬧你。希望你唔好介意啊。原來佢就係許子雲，高高大大、黑黑實實咁，個樣都 OK 啊。睇嚟天使長對我都真係唔錯喎。彭小姐，哦，吓？你冇事係嘛？頭先成個人呆晒咁，唔係咁快就驚咗我係嘛？
哦，唔係，放心啦，我會俾心機做嘢噶啦，點會俾你有機會鬧我啊？咁就好啦。阿 Jessica，你帶阿彭小姐參觀下我哋公司先啦。好啊，彭小姐跟我嚟啊。子雲，入嚟先。做咩啊？神神秘秘咁。子雲，我覺得你變咗啊！我變咗？冇錯，以前嘅許子雲又點會色迷迷咁望女仔啊？你講出去邊啊？我講緊彭心明啊，新嚟嗰個有錢女啊！你以為我中意佢啊？點會啊？話時話啦，你又知人哋有錢嘅咧？梗係，頭先老總同我講啊，彭心明係外國名牌大學博士嚟噶，淨係佢條裙啊，我哋兩個人工都買唔起啦。吓？咁嘅學歷嚟做攝影師？嘿，點知啊？可能人哋想玩下咧。如果你係睇中咗人哋嘅話，兄弟，我就勸你諗下好啦。我都話冇睇中人哋咯，我只係覺得有啲好特別嘅感覺。哦，咁即係對人有好感啦。阿芳，夠啦吓。好啦，唔講埋呢啲衰嘢啦。喂，今日去唔去酒吧飲酒啊？黐線，你第一日識我啊？你知我不嬲都唔飲酒噶啦。我知你爹哋飲到乾餅啊嘛，但係你真係唔試下？唔啦，你自己飲啦，我做嘢先啦。OK。唔經唔覺，返工都返咗3日啦。不過見到子雲嘅次數真係5隻手指都數得晒。次次我一出去做嘢，佢就喺公司。好啦，到我留返喺公司嘅時候，佢又要出去做嘢啦。所以根本都冇乜時間去了解下佢嘅。天使長究竟搞咩噶？有啲人留意佢，但係又唔製造多啲機會俾我哋見下面喎。唉，希望今日有啲轉機啦。咦，心明、子宏，你哋咁早返嚟嘅？啊，啱啦，我有事揾你哋，你哋入一入 office 啊。我哋？哦，坐啊。呢份係上星期收到嘅旅行社嘅計劃書。咁關我哋咩事啊？唔關你哋事就唔同你哋講啦。啱啱青藏鐵路咪完咗工嘅，佢哋想開條西藏嘅旅行團，希望我哋可以出一期有關西藏嘅專輯。嗱，呢度有個信封俾你哋嘅。老總，你想炒我啊？咪玩啦！嗱，呢度2張機票，我想你同埋心明一齊去西藏，幫旅行社影多啲最新嘅相，同埋寫埋介紹。後日出發。吓？點解我嘅？佢新人嚟嘅，未有相關經驗，會唔會冒險咗啲啊？唔會，有子宏你帶住得噶啦，我信你。旅行社打嚟，你哋出去做嘢先啦。哦。咦，阿峰，你做咩喺門後面嘅？啊，個衰仔梗係喺度偷聽啦。我認喎。啊，彭小姐啊，以前我都唔信呢個世界會有咁巧嘅事嘅。計埋你，雜誌社一共有4個攝影師，一個發緊燒入咗醫院，一個因為內地雪災翻唔到嚟，一個下星期結婚，冇理由叫佢哋去西藏噶。所以呢，彭心明你要好好把握機會啦，大把女同事都想同子宏一齊公幹啊！咪玩啦，阿峰，阿彭小姐啊，合作愉快啊！唔好叫我彭小姐啦，叫我心明咪得咯。哦，好啊，阿心明吓，心明。你後日會唔會着到好似而家咁去西藏噶？我真係第一次見到咁端莊嘅攝影師。梗係唔會啦。心明啊，我哋不如交換電話，方便聯絡。好啊，你拎你個手機出嚟先啦，我依家打俾你，咁我哋咪可以交換電話咯。哇，天使長你真係勁啊！返咗工3日就有一個咁好嘅機會俾我去認識下佢，咁我就可以快啲完成工作啦。Your Life 及香港網絡廣播劇團呈獻連載廣播劇《悲天使》第1集，故事 Jason， 劇本改編及監製衛斯理 Ada， 後期製作衛斯理，聲音演出 Winnie Aquafus 飾演心明，孤泣飾演子雲，衛斯理飾演天使長，阿 Roy 飾演阿峰，陳夕飾演總編，
並由 Jessica 聯合演出。第一集劇中，下集再見。你有冇佢哋咁好戲？你有再開古仔？有啊，唔好等啦，請即加入香港網絡廣播劇團。我哋需要大量有潛質嘅演員、編劇、製作人員。唔理你係男定係女，老定係幼，總之你自問有料，就加入我哋劇團啦。機會錯過咗就冇噶啦。詳情請上去 www.dhk.soc.hk， 我哋等緊你㗎。以你嘅學歷，唔好話我呢個位啊，你去做外交官都得啦。本社真係唔可以屈就喺本，唔係，好犀利啊！唔係其實唔係，其實我想問呢句真係我唔係好知。本社真係唔屈就閣下。我覺得好犀利啊！唔敢啊！即係好多人覺得我得啊，又係。係啊，sorry 啊，打錯字啊。好講啊，大佬，離遠啲，我而家行開一陣啊，走晒音，我病埋一邊先，真係唔得。咁你真係留低我喺度忍笑啫。彭新明係外國名牌大學博士嚟噶，淨係佢條，淨係我條。